王传红。哦，海洋电王传。哦，钓了倒钓，基督教、天主教的。内容很丰富。我还有空间柱，上灯秀、灯光秀。各位亲爱乡亲和乐时代，以及身心大众，我接受台湾电话的加入，这是重要因素。我是为了抗癌的台湾好心友，我的主席是马祖，提出研究我的马。今年因为好心友以及台湾创办多年团队，共同打造一种空间条。空间条的定位，最主要是定位的是所谓来讲，评估的身心能力，会当给人平安，对影响来讲，万事必有万事行。欢迎大家来参加马祖，来参观空间条，就是重视耶稣。用我虔诚的心来朝拜妈祖，妈祖必有你心上舒适，会使你福气，使你财气，使你好运气，境界使你有好的姻缘。在今仔日的现场，我的玻璃马早来现用的琉璃张元宝，要送予所有在场的先生大体。欢迎咱所有乡亲和乐时代，会当用虔诚的心来朝拜妈祖，诚心向妈祖祈求，求妈祖使人福气，使人财气，使人有好运气。你若是有求到金元宝，会记得要放伫恁兜的财库，妈祖会庇佑你财库满大领，会庇佑你。少婆大比又进账，会比如你口袋啊八。欢迎大家来朝拜妈祖，妈祖会比如你心上舒心。各位亲爱的贵宾，欢迎您来到2018年台湾灯会在嘉义，这里是宗教灯区。我们是来自彰化鹿港台湾护圣宫，我们的主神是妈祖仁慈天后伯雷玛。在今天，我们的伯雷玛带来了限量的琉璃金元宝要送给大家，欢迎大家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向妈祖祈求，妈祖会赐福给您，妈祖会赐您好运气、好福气，并且祝您有好姻缘，更要祝您今年旺旺旺！欢迎大家一起来行动玻璃庙参拜我们的妈祖，全世界唯一、全台湾唯一的行动妈祖，就是台湾护圣宫行动玻璃庙，就在我们的现场。欢迎大家一起登上台湾护圣宫的行动玻璃庙来参拜妈祖，妈祖将庇佑您心想事成，万事祈求万事成。